日期4月12號。天天讚美神禱告文。聖經經文：哥轄族同埋可拉族嘅利未人都起嚟，用極大嘅聲音讚美耶和華以色列嘅上帝。歷代志下章20章19節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因你係基督，係永生神嘅仔，配得讚美嘅主上帝啊！我要日日讚美你，願我嘅禱告達到你面前，每夜感謝你嘅恩典。我要用極大嘅聲音讚美我嘅上帝，因為你為我行了大而可畏嘅事。呢個係我深知道噶，求你親自成為我嘅產業，成為我嘅滿足，叫我心裏倚靠你就得幫助，俾我心中歡樂。我必用詩歌頌讚你，你係扶持我噶，俾我時常回到你面前，俾我唔辜負你嘅愛，作你喜愛忠誠嘅兒女，俾我全心愛慕你。呢個就係美善。我嘅救贖主啊，你嚟住喺我心，叫我嘅心成為你嘅寶座，好叫我嘅靈歌頌你，並唔住聲。有憐憫有恩典嘅上帝啊，我要稱謝你，直到永遠。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Amen。